妈。哎，小雨。哎，带上，这里细菌多。哦，哎，小雨。怎么样，姐？哥，小雨好像又长高了嘛，背挺直了。妈，我来吧，您都累一天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联系好出租车了，我们直接去停车场。哎呀，我们小雨啊，长大了，都会照顾人了。你不就放心了吗？你这次回来怎么都开始坐轮椅了？啊，你不会？哎呀，给爷爷买的，他那轮椅旧了，我累了，坐会儿。吓死我了！爷爷奶奶怎么样啊？好着呢。爷爷听说你回来，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了，还埋怨我不早点告诉他，这会儿都买不到大个的基围虾了。奶奶这会儿应该再给你包爱吃的小馄饨。那还不赶紧走？做好了啊？好，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别你姐。哎喂，仙仙，你快到了吗？啊，我快到了，媛儿姐，你都催了我5次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约女生逛街，怕你不来。你放心，而且不止我一个人，我还给你带了一个人。啊？喂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，待会儿请你吃章鱼小丸子。没事，小鹿你也来了。正好中午家里没人，不知道吃什么，就跟着一块儿来。来，你俩一人一瓶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那我们快走吧，快去逛街吧，快点快点。那家店真的好好啊！你终于这我们见过周边，我眼都快挑花了。等老板下次进货，咱再一起来呗。好啊。不过，刚才找老板聊天了。然后顺口呢，给他推荐了几个小饰品的批发店铺，他答应我以后我们去啊，都给我们打折。省钱小能手啊，这个逛街都得带着你。好，咱们说好了啊。以后呢，你就我靠省钱成为了亿万富翁，你知道吗？听一下。陪我上厕所。谢谢你。但是你的衣服我弄脏了怎么办啊？衣服不重要，我听倩倩都叫你哈露，我以后也这么叫你了。行。而且你快喝点热的。谢谢。哎呀，这个水真的是太烫了，咱们还是听歌吧。哈洛，你也听一下。水果回来了。小雨啊，给你姐洗点水果吃啊。好。妈，我这点活还不能干吗？我自己去洗。哎，先别忙，你看没看到我在你枕头底下放的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走走走，我带你去看。什么东西啊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看，噔噔噔噔，我就说我给你凑成对了吧？是不是跟你那副一模一样？你当时跟我说我还不信呢，你从哪儿弄的？这你就别管了，费了我好大劲呢。哎，对了，姐，这个手套你为什么这么宝贝它呀？另外一只呢？丢哪儿了？秘密。对了，青木老师最近怎么样啊？人家帮了我这么大一忙，我还没谢谢人家呢。你别岔开话题啊！我要礼物。哇，你还真的给我带礼物了！这是我玩过的第一个游戏，当时这个盘滑坏了，我可心疼了。你这从哪儿弄的？哎呀，这你就别管了，我可费了老大劲了。谢谢姐，
哦，对了，你们这次回来能待多久？爸妈估计跟以前一样，待个2、3天就走吧。不过，我这次回来打算不走了。不走了？那你陪我玩游戏。行。这是芊芊啊，喜欢吃的肘子。谢谢多多啊。哎呀，还有药。来，爸，我敬你一个。这个药记得吃了。好啊，得吃了它。哎呀，少喝点儿。对了，小雨啊，你姐这次回来非要在家多住一阵，你可要照顾好她啊。放心吧，妈。来，姐，吃虾，这都弄好了。别光顾着给我包，你也吃，放收点，咱俩一起吃。小雨，这段时间学习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就那样。那样是哪样啊？就一点进步都没有吗？你就应该好好学学你姐，要不是你姐被这个病耽搁了，以她当年的成绩，什么大学考不上？你再看看你，就知道贪玩，不好好学习。哎呀，行了，难得回来一趟，不要说那么多了。我看小雨就挺好的。就是爸，您别惯着他。哎呀，行。哦，对了，爸，我这段时间被学校表扬了，这算不算进步？哟，表扬你什么了？表扬我。哎，马上就要到家长会了，你们去了就知道了。哎呦，这次啊，我们除了送芊芊回来，我们还要去市医院去会诊，估计啊没有时间去了。哦。妈，我去。这次家长会我想去。你行了吧？你在家给我好好休息。哎呦妈，我特别想去，你就让我去吧。我整天在医院待的烦死了，说不定我去母校一看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我心情好了，我身体也好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哎呀，妈妈，就让我去吧。你看看他。哎呀，行，最受不了你这撒娇。哎呀，爱你，你最好了。吃饭。来，快吃饭。好，你们也吃，想进入天文台，只有功课金木老师。喂，林千羽，我想请你再帮我个忙。怎么，知道于哥的厉害了？找我帮忙有什么事儿？我听媛儿说，你跟金木老师认识，他掌管着学校所有的钥匙，你能不能帮我要到天文台那把？正好我明天去找他，我帮你问问吧。但是他这个人很奇怪啊，我不确定一定能要到。谢谢你。今天怎么这么客气？行了，明天说吧。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，就得采取特殊手段了。这天文台也太难进了。咱们这几天转了圈的，找了学生会的、社团老师、年级主任、积木老师，他们几个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们钥匙，都像踢足球的把我们踢来踢去。他们这么厉害，怎么不去踢国足啊？哎，韩露，你有没有跟林星宇说让他去找金老师？昨晚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了，他现在应该已经去了，等他回来吧。得，芊芊姐给金木准备的茶叶也没送出去，看来又黄了。不是这金木啥意思啊？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，怎么油盐不进软硬不吃啊？不就是个维修部管钥匙的老师吗？
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？也别这么说，他人不坏，就是有点死脑筋。林千羽，你跟金老师到底什么交情啊？怎么芊芊姐这次回来还专门给他带了茶叶？这你就别问了，我姐不让我说。没劲，马上上课了，走吧，下会儿骑去。行。我这事儿没办成，你可不能怪我啊！再说了，不就是个天文台吗？进不去就算了。不能算了，他不给，我们自己想办法拿。干嘛呀？要明抢啊？说什么呢？你和金木老师关系那么好，能不能进出他办公室？你还想去偷？怎么叫偷呢？那条戒，咱们打开天文台再把钥匙给他还回去。你就说你帮不帮忙吧？哎呀，不行，这事儿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我于哥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哎，于哥说还有办法。啊？哎呀，不愧是我于哥呀！什么办法啊？说来听听。于哥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明明自己有办法了，还跟我们装不知道。林千羽，智商突然上线啊！雨儿姐，你别这么说，于哥他可是霸中校草，颜值和智商都碾压一片的，他是天底下最好的儿郎。就是，于哥，你快说说怎么拿钥匙。我直接去他办公室拿呗。啊？你偷啊？这怎么能叫偷呢？这个戒，我能有本事给拿出来，我就能还回去。哦，于哥，这可能不太行啊。你想，就算金木不在，还有那么多老师啊。下周家长会，所有的老师都在班里，到时候想办法把金老师支走就行。嗯。现在分配一下家长会当天的任务。我们的战术就是引蛇出洞，声东击西。明天等所有的家长、老师进教室以后，丞相刘洋务你们去关掉女厕所的水阀。宪宪和袁姐负责检测敌情，等到金老师接到狱警去维修的时候，你们再一起把女厕的门锁了，困住金老师。我和林千羽趁机进入办公室寻找钥匙，等我们找到钥匙以后，再打开水阀。到时候就按计划执行，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次打开天文台本来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麻烦大家了。嗨，补寒露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。哎呀，好了，快上课了，咱们快走吧，别迟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还有，谢谢你们。倩倩妈，倩倩爸怎么没来啊？之前都是倩倩爸他过来的，但是他爸爸出去做生意去了。行，那你辛苦。请各位家长尽快到各自孩子所在的班级，我们的家长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也不省心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您是谁的家长啊？是不是坐错位置了？没有啊，我儿子叫刘洋，就坐这儿。没听说过这个孩子呀？哎，蝴蝶，听说过刘洋吗？没有啊，小鹿没说过呀。不可能啊，我们家刘洋高2、7班。错了，这个是高1、6班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忙忘了我们家洋洋升学了。来，你坐，不好意思啊，赶紧上去吧，回见。这俩人怎么没动静啊？
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哎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对进天文台那么执着？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啊，你没有吗？我当然有啊，我现在此刻最想的就是把那钥匙拿到手。怎么样呀？哎，等会儿，到底是哪个呀？哎，我妈来了，你们快一点。就这个。这关的是厕所阀门吗？我都说过是中间那个，肯定没有错。行吧。来，快，走。喂，金老师，麻烦你现在来一趟高2教学楼，啊，这边女厕所现在水管子没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厕所现在正在维修，要不你们去1楼吧？哦，好。可以啊，你。王小妹，他所有的钥匙都在这儿了，但是它上面都贴了标签，我们都找一遍，肯定能找到。好。来，各位家长，你们手上现在拿到的是2份表格，除了成绩单以外，请你们着重看一下，我们学校新开始执行的个人素质评比表。您说，郭老师啊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评分表最后会不会对孩子的个人评价有影响啊？现在国外大学对这方面要求可高了。刘洋妈妈，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。这个评分表上的成绩，确实是会如实记录在案，并且根据学校的相应规章制度进行一定的处分。那么最严重的，大家会看到50分以下劝退，甚至是开除。但是各位家长也不用过于担心啊，因为对于大部分的同学来讲，不会受到严重的个人影响。但是有极个别的同学，我要说一下，你的分数已经处在红线以下了。目标即将到达1号作战区。里面有人吗？完了，有情况。金老师回来了，媛姐去通知他们了，我们得赶紧离开。他回来了。
有几位同学我在这里要说一下，分别是林千羽、刘洋、陈向，还有孟慧媛。这小兔崽子！这几位同学呢，老师要在这里提出重点的表扬。韩露、刘一宪、方大武同学3位同学呢，在平山做出了乐于助人这样的英雄事迹。可能有些家长不太清楚，这几位同学对天文学有着特别的爱好。就在前几天，几位同学前往平山寻找 UFO 的踪迹。家长们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幼稚啊，因为他们寻找 UFO 这件事情，他们在平山解救了一个受困的小孩子，他们挽救了一条生命啊！在这里，老师要对他们提出表扬。这个勇敢的行为值得我们所有的同学、所有的家长向他们学习。表扬完这3位同学啊，我再说另外一件事情。我们学校呢，为了学生的全方面发展，开展了不同类型的社团小组活动。如果在社团活动中有突出表现或者参赛获奖的，都会进行相应的加分奖励。例如啊，我刚刚表扬的这3位同学就能加上分。但如果说社团成员中有人被处分，参与的社团呢也会被相应扣分，严重的将会被解散和停办。所以呢，希望各位家长一定要转告给各位同学们。里面有人吗？修水管。有。您来的正好，水龙头都不出水了，您看看吧。收到。进不进去了？准备行动。你怎么知道用这个？我家水龙头坏了，也是我修的。时间差不多了。你们俩听好了，我们继续就来。这他肯定出不来。啊！我刚才往哪边拧了？关键时候掉链子，我来。行，走。走了，哥。不去。你先出去躲躲水。怎么了？好像门被卡住了。啊！有人吗？哎，你看，你是不是发水了？哎，哎呦，脚麻了，脚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拔不开这姐，快给他们发消息，让他们来帮忙。他这钥匙到底是藏哪儿了？还是他压根就没有啊？如果全西夏的钥匙都在这儿，为什么唯独少了天文台的？那可能天文望远镜更贵，级别更高，不归他管。可是我刚刚看见电脑机房的钥匙了。那不应该的，你再找找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把最宝贝的东西藏哪？放心里。这个哪儿是指现实中的图片？哦，那肯定放自己最宝贝的地方呗。金木最宝贝什么？他是无线电超级发烧友。
那屋里都是他的宝贝。哎，我试试。应该不是锁的问题，是门的问题。有人没？哦，有人。那个，你稍等一下，这个门被卡住了。你叫人帮忙。再叫了，我们在叫了。作战地点突发水灾，速来救水。有人没？你的衣服全湿了，先穿上我的吧。谢谢啊。于哥，我来。怎么回事？黑着打底，拔出来！妈，梦爷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先带你女儿回去吧。今天谢谢你了。这个是我名片，你回头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。嗯。走吧。我去总阀看一眼，把阀门关了才能开始修。你们几个先想办法，把水管堵一下。糊涂，幼稚，闲的，不靠谱，不着调。你们要是再这么做下去，社团必须解散。主任，对不起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不会再犯了。还有你林千羽，头发要是再不剪的话，必须退学。